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李希潭铁人3项有选手拿手渡水后引起，找到人的时已经无喘过心跳，送医游园是救无回来。中国过5年，搁再开放福建民众来观光。透早下门第一团已经来到金门，第二团按算9月25嘛要来。再来看花莲的李希潭太平洋杯铁人3项，今日是传出一件意外消息，一个选手那就是受水受到一半失踪，渡水后引起，找到人时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游园是救无回来。花莲李希潭2日早起举办太平洋杯铁人3项比赛，吸引来自国内外超过1000名选手参加，挑战游水、脚踏车、甲路跑3项全能运动。是要到过程中所发生意外，这参加选手疑似无涉及渡水，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还在跟家属沟通后续的处理事宜，我们都一样后续统一说明。本分局到场时，男子已由救护车送往慈济医院急救，并在11时33分宣告不治。那本案将报请花莲地检署检察官详验，以厘清发生的原因。死者是一个细路选手，参加28.25公里半程铁人赛，早起9点半，游水项目出发10点15分，主办单位发现伊还未通过晶片检测，马上主动走找，最后伫李希潭北平码头的所在找到，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详细意外原因，意外还阁进一步调查。同款参加比赛选手是表示，无清楚意外发生。大家游的都很顺利，是不是？对啊，都很开心啊！怎么会有人溺毙？有。结束之后有一个选手失踪，后来找到的时候已经欧卡了。啊，今天下水的天气怎么样？非常好，都好。对，水温非常好。医师提醒，做会体内长时间活动，或者是激烈运动时阵，可能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民众参加这种竞赛以前，要细心评估家己的状况，也要做好比赛进行的暖身。那如果你没有做好暖身运动的时候，突然跳到水里面，所谓的温差的变化，就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变快。那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史的，这些族群就有可能发生意外。林伟文强调，若在比赛过程当中感觉身体无舒适，一定要停落来，千万唔通勉强，多大声呼救，找找帮助，才有机会在意外发生的时阵救回宝贵生命。加一份细致，减一份遗憾。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高雄捷运早起发生通车以来影响上严重一个故障。对于红线细运站到车埔站沿线受6站，目前是暂停营运。经过确定是有部分的送电轨道固定的所在脱开，去测到车底这电箱设备，如果要到下暗的10点才会修理好势。真侪民众客伫细运站出口，面上是无奈甲生气，因为到捷运站了后，才讲站点无营运，只好该叫客停车也是单，高捷公司赶紧调度的转盘公车。什么接驳车，他们不管我们叫不到进车，我们从桃园来的，太可恶的。他只有说换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是台铁之类的。高雄捷运红线A17细运到A21都会公园，沿线5站2早起晚9点，因为导电铁轨路电力无正常，城市降级采局部运转，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到10点半，细运站到A22青埔站直接无营运，当时4台列车拢清车，影响大约200-300位的旅客。污秽的话，你要不要坐4公车会比较近一点？高中一直拢无排除，唔知影民众来到都会公园站，敢若看到闸门拢叫着封锁线。经过排查，维修人员下晡发现，下行路段部分导电铁轨路固定的所在落落来，并且甲列车一边遐有弄到分裂。R24车站以北下行路段有部分3轨固定处脱落，并与列车集电靴有撞击痕迹。导致列车集电靴断裂及3轨受损，因而造成部分区段3轨电力异常，所以需要区段暂停营运。高捷出现通车以来上大一摆故障，外团是阿 K 湾路段隔音壁工程造成的，也毋过高捷好运，只确定有8台列车的一边遐受影响。高捷已经安排刷转来厂内来检修，希望暗时10点进前能修好。高捷转盘车也继续增加到9台，逐站来载人客来降低旅客无方便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高公局检讨去年高速公路的事故报告，统计去年拢总有46630件事故，前3名的事故原因，第一个就是无保持安全距离，过来就是无注意车前状况，甲乌白切换车道。这个月七十，伫国道3号中部路段，一天就发生2件重大交通事故，其中伫彰化河美路段，一个小客车驾驶送医当伤不治。高公局公布去年国道事故检讨分析报告，发现国道交通事故件数为110年的32865件，每年清悬。去年去到46630件，年增17.58%。因为我们年度的交通量成长大概在1.2，但是呢，去年大概增加3.6，交通量增加，事故件数增加，大概是呈现一个正相关。去年国道事故件数当中，第一范类的事故，就是造成人员当场或者是24小时内死亡交通事故，年增9.43%。为统计数据当中，也发现重大车祸事故，大部分发生在暗时10点过后到隔天透早6点。高公局推测原因是这时间车流量少、车速紧、驾驶较会分心或者是放冷。去年国道事故的前3大调查原因是无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无注意车前状态、加乌白换车道或者是方向。有时候会因为说前面的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刹车哈，那它其实会往后一直传递到最后面，会造成一个很巨大的急刹哈，这个就很容易会引发这个追撞的事故。高公局透过工程管理、宣导执法、加监理等些方向做改善，也个导入 AI 侦测出口交流道塞车，希望降低国道事故，让用路人平安上路、安全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再看，因为疫情，中国禁止来台观光，禁5年总算有要开放。透早厦门第一团已经来到金门，所以第2团按算9月25嘛要来。咱6月会指出，因为中国即马敢若开放福建民众来佚佗，这总人数是也无到150人，相关的政策嘛要搁随时检讨。准班入港进前，金门县观光处已经准备好红布条加人行人驶，就是为迎接继2025年第一日到金门的中国厦门旅游团。21个团员虽然讲是一般民众，不过好亲像袂少旅行业者，拢将低调不愿受访。这个小学呢，它后。虽然落雨，2港1暝金门游行程无受影响，大部分安排参观有金门特色古迹。第一港是去水头自乐、丹景兰洋楼加南石河公园。第2港是闽回老街、商场买物件加无环街。要坐下晡4点半准班登去厦门。我们希望这样首发团进来以后，未来的两岸的旅游能够更顺畅。其实厦门落线团是直接结束金门考察，直至首发团后卡就到。在去之后，要支持的福建民众申请到金门自由行，但陆委会审核，对两岸观光大大恢复交流。旅游业者拢表示，陆续市场应进一步扩大。两岸的观光旅游已经有开始慢慢的在破冰。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就是台湾这边能够尽快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禁团令呢能够解除，在两岸旅游交流上面能够朝着正常化的方向，把这个观光旅游的政治干扰尽量降到最低。我们要看他们有多少的量，再来决定我们这边的政策。是目前看起来，这个量都是非常少。陆委会指出，政府欢迎中期来台旅游的立场无变，不过中方到即马只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金门旅游，而且目前团客甲自由行人数无到150人。对比今年1到7月已经有158.5万个人去中国观光，相关政策看两岸整体经济变化慢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是邀请日本、印度甲澳洲的领袖，伫咧家己厝内举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即届同款是搁再讲到台海问题，嘛搁再批评中国伫咧南海扩大影响力，恐惊去危害到印太和平。美国总统拜登迎接贵宾，和印度总理莫迪一落车，马上甲拜登握手。美国时间2日，拜登伫德瓦拉州的厝内邀请日本、印度、澳洲的领袖举办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拜登上任了后第4届举办四方峰会。因为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特别交集，外界认为这届峰会是4个国家希望借出来维持紧密的合作。Friends, हमारी बैठक ऐसे समय हो रही है, हम किसी के खिलाफ नहीं हैं। हम सभी एक रूल्स बेस्ड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ऑर्डर, संप्रभुता
और क्षेत्रीय अखंडता के सम्मान और सभी मसलों के会谈时，新名领袖除了讨论甲中国的外交关系，嘛讲到台海问题，表达出对中国的威胁，还有迫害稳定的活动有同款的烦恼，嘛呼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拜登甚至是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咧替家己争取外交空间，来增加国家的利益。China continues to behave aggressively, testing us all across the region, and it's tru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Asia, and the Taiwan Straits. It's true across the scope of our relationship, including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issues. 为了强化海洋安保的合作，四国领袖宣布，在2025年会进行4个的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包括和澳洲、日本加印度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尊定驻兵。另外，阁提出扩大印太海峡意识倡议，在除了峰会成员国以外，嘛要甲东南亚、甲亚太其他地区国家，做伙提升海洋安保甲救援的合作。除了看到峰会，各国领袖嘛分别举办双边的会谈。拜登甲岸田文雄会谈的时阵，双方嘛阁一摆强调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决心，而且在研发保护 AI 人工智慧、半导体这领域，会继续合作发展技术。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再来看纽西兰一个技师，去年2月驶小飞行机，头顶受载印尼巴布亚原住民要飞去当地山区，无受到讲降落以后，煞去予当地武装组织甲拔去，关禁超过1年。经过印尼甲纽西兰政府坐解交涉，总算互人放出来。一个野顶头毛有一点仔长，穿日式水衫的查甫人，就是受到绑票19个月纽西兰技师梅腾斯。去年2月，伊开一只小型飞行机，载5名印尼巴布亚原住民飞去巴布亚山区，煞在降落了后，受到当地叛军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绑票。其5名原住民先客是互叛军释放，一直到1个月2日，叛军才释放梅腾斯。Tadi saya telah bertemu dengan pilot Philip dan berbincang-bincang sedikit. Pada intinya, pilot Philip saat ini sangat bahagia karena dapat menghirup udara bebas setelah sekian lama ditahan oleh KKB. 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过去捌是荷兰的殖民地，在1962年，荷兰殖民政府退出了后，原本按算要独立。煞在1963年，联合国想要把其中西巴布亚主权交予印尼政府。1969年，在联合国监督一届有争议的投票了后，互并入印尼的领土。了后的50多天来，当地是一直发生冲突，主张巴布亚独立的团体甚至指控印尼政府发动种族屠杀，造成超过50万名的原住民死亡。今年38岁梅腾斯获绑票了后，叛军要求印尼政府承认巴布亚独立。最后在纽西兰甲印尼政府几6个月和平谈判之下，叛军才答应释放人质。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看国内这国会职权法甲死刑释宪案，宪法法庭的判决引起社会讨论。也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伫咧立法院顶一会期内底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法，要求大法官总计要有15个。这会期是搁再提案，讲大法官判决要有2/3以上的同意才准通过。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是批评讲，这根本是破坏宪政体制。宪法法庭最近做出废死刑释宪案的解说，各界也真关注国会职权法案的释宪进度。也拿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伫立法院新会期搁再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甲目前大法官现有的总额2/3以上参与评议，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做出判决的规定，提悬到爱2/3以上的同意。以现在只有1/2的大法官做成决议就可以去推翻一个法律条文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严谨度是不够的，拉高大法官的同意门槛。基本上可以就是更具有民主的正当性啊，而不是会有少数的大法官，那么就可以做成主导。洪晓玲顶会期就提出宪法诉讼法的修法，明定大法官现有的总额就是15位。那2版的修正草案拢顺利三读通过，代表未来宪法法庭至少要有10位以上的大法官参与评议，而且要有7位以上同意。才会当做出释宪的判决，甲暂时处分的裁定。因为有7位大法官任期10月31日就届满，
总统府进前提名的7位人选，由原等待立法院行使动议权，那阵拢互封杀，等于是剩的8名大法官暂时无法度进行审理。当然，宪法法庭是停摆嘛，那整个宪制制度破坏嘛，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我奉劝国民党要回复到一个社会民意上面来看待，不要凡事男女斗争，做报复性的行为。民进党团总调郭建苗呼吁国民党团卖政治操作，指出若互宪法法庭停止，这是破坏台湾宪政制度，未得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团是强调讲，洪巧玲委员的提案敢会得做优先的法案，搁等待党团大会进一步的讨论甲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央行宣布第7波的信用管制，有厝搁买厝的贷款袂使有宽限期，上济少到5成。真侪有要买厝的民众，就惊讲时到这贷款会纳袂出来。不过民权团体是认为讲，这届管制应该对压厝价较有力，希望央行卖凊彩就来放零。为要互高厝价降温，央行第7摆信用管制打击房车力头，互人家意外。民间团体认为，这摆信用管制有希望压制厝价，不过就惊信用管制提前划停。央行其实有一些信用管制，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继续进行下去。的确比较担心的是说，央行就到时候就用，明明是撑不住，但是他却用说效果已经达成了，然后取消了这些相关的信用管制，又让房市就是往杠杆变高，然后继续炒作的方向发展。民间团体认为，这摆信用管制要常态化，才能看到效果。这摆若是毋是第一摆买厝的人，拢会大受打击。因为央行毋拿调降全台第2号买厝贷款成数到5成，无宽限期，搁提悬存款准备率。毋若换厝甲真侪厝的人恐惊面临交袂出房贷。中小型建商若是无法度有效周转资金，也较会有倒去的风险。希望政府能不能定一个落日条款，已经在进行中的签完约的呢，不受既往，给他们继续能够履行合约。针对换厝需求的民众，有专家建议，应将有售厝转嫁无房产的亲人名下，不过要注意政府税这问题。未来二线地带甲已经起好的厝，有期会有继续修正。如果说呢有这个价格下修的情势呢，可能也会是这些2线地带为一个首波可能产生的状态哦。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屋市场呢，或许呢在今年底之前呢，就已经可能可以看到一波降价的溢价的空间。有专家认为，未来房市会转做买方市场，什么时阵出现交易量高或者是卖压，就要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讲有定定去人庙的，也是讲学校内底，普遍拢有看到会种1-2丛老树。为了保护这寡珍贵的老树丛，即马嘛有人咧做老树志工，专门咧带社区民众四界去寻树啊，了解树啊特性甲生长的状况，找出照顾这寡老树的方法。老树志工带民众去看老树，即丛悬有15米以上的胡桃树，伫嘉义县中部国小内底已经有104栋的历史。为了让社区的民众认捌老树的历史甲照顾的方式，中部国小配合嘉义县政府举办老树巡礼的活动。会使让阮在地人知影遮的树啊，年纪有偌大，然后会使好好啊来照顾因，还会使搁活较久咧，活甲比阮较久安尼。来到遮观赏的时阵拢会当甲伊保护一下互伊这个生命力更延续中部国小讲，这丛老树毋若陪伴学校的师生，嘛是真侪在地人伫遮读册时的重要基地。除了甲相关单位配合保护老树，嘛希望为这丛老树开始，替社区甲学校的师生带来环境教育的合适机会。只要我们这些老树有什么所谓的生病或是什么问题的话，那地方上大概会通报我们农业处，那我们农业就会请专家学者大家一起去看，做后续的因应跟处理。老师甲囡仔其实嘛希望讲，会使伫咱这个规个咱这个老树的边啊，这个雨豆树的边啊，来做一个森林花园的步道，嘛是希望讲会使甲学校的一寡学习的活动来做结合。嘉义县目前定期管理的老树有81丛，嘉义县农业处指出，老树较常会拄到的问题，除了树啊破病甲天灾以外，有时阵嘛会发生民众无意中的破坏。相关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甲民众去认捌老树，嘛会当合适照顾老树的方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去年大新开发台语的教材，让老师会当用台语来教自然课。今日因搁再规划2场的检视活动，
要来教学校老师，也是台语家庭，用台语来讲生态议题，佮有各种的动物甲食物的专有名词，带囡仔来做伙了解台湾的生态环境。章鱼对啦，章鱼爬其他，但是大家爱注意，这个头尖尖章鱼的头是圆的哦，吼，啊你若看这个头尖尖的，吼，拢总有10支脚的，这是透抽。文阳道卡解说透抽甲塔克外形差伫咧倒，嘛结合海洋的议题来上课。这个道卡是以海洋做主题的台语教材，是去年国立台湾博物馆找学校的老师做伙开发的台语教案。支持台博馆和台湾台语路协会合作办理教师演习营，开放予有兴趣的学校老师甲一般民众报名参加。希望讲咱即个案吼，除了是讲会当教遮的即个政治的教师，因安怎教囡仔，嘛会当讲有兴趣，即马伫国校内底，吼教册的老师，吼有兴趣，嘛会当来接触，熟悉即个教案。吼，互因有机会会当伫即个台湾全地即个国校内底，拢做伙来推广。像我本身是家人，阮家人就是海洋的城市，所以会想要互囡仔较接近海洋，所以想讲看人较专业的人士安怎来引带大家会当安尼一步一步豆豆来。另外合作开发台语教案的台博馆指出，会想讲来开发台语教案办演习营和夏令营等等，是因为博物馆本身除了有真丰富的文物甲线顶资源，因上大愿望就是互这些资源通永续循环，变做咱生活中的一部分。规个文物拢是为咱生活内底发展出来，其实阮上尾嘛是拢期望，或者发展出来这个文物，拢会使个转来咱的生活内底，甲人之间有新的关系。老师的部分，互因来参加，互因知影讲博物馆甲台语之间会使安怎运用。台博馆表示，虽然教师演习营的名额有限，不过因和学校老师开发的台语教案，拢有线顶的档案，开放予有需要民众使用。希望讲，唔但囡仔通伫学校学台语，家长嘛通透过教案，甲囡仔哪算哪学。记者卢尚如、柯敏杰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